8號團鄉親小姐今年拿到客家貢獻獎嘅黃子堯，民國80年去世，萬我母語運動過後，因為印度人有客家意識的，來自某地的黃子堯受到國泰嘅影響，開始睇寫客家文學。20年來，已出版過嘅全書同主編嘅文集都有60本咁多，而希望是得發揮影響力，帶動客家文學嘅創作風氣。今年也被拿到客家貢獻獎。土地表演各種各樣書嘅書風地圖，黃子堯10萬嘅創作，將按樣看書寫文章係其親享受嘅事情。黃子堯無論去到哪片，親好買嘅紀念品就係書，一下連談下未代表嘅年年嘅書。因為世界從細呢，經驗不卡一苦上來買一本嘅書來看就當難得、當辛苦嘅呢，當有辦法呢來買一本書來讀來看，都基本上呢因為你嘅條件呢，世界呢，因為你年齡嘅時間呢，所以我都當喜歡買書。我去到那邊，我可能我乜嘢都冇買，我買都係買書。因為講買嘅地方又嘅各地嘅客家嘅包括人客家莊嘅又嘅種民謠客家嘅音樂等等。本地氣候技工科嘅黃子堯，20多年前參加萬我母語運動過後，因為客家意識應該愛強調表達出來，故所開始創作客家文學。唔但將出版嘅台灣第一本客語史書《膽肝人生》，2010年年頭，還同旗下嘅客家詩人共下成立文學客家雙櫃卡，提供客家作家文學創作同分享平台。咁書度講冇客家話，當然就冇客家人嘅危機感。在一種情形之下呢，當然因為我本身呢在文學方面呢，因為你嘅興趣，也有在一方面呢寫出一道嘅文章，講我哋建立了台灣客家文學嘅一個內統。長期落身創作客家文學嘅黃子堯，真感謝嘅就係本樣總係啲順風支持佢，本期做得做佢親好做嘅推廣客家文學嘅條路。黃子堯希望能擺自家做得發揮帶頭做嘅角色，帶領客家到客家曉唱嘅，腳下來體會客家文學嘅豐富同美妙。客家新聞林邊有齊必定台北報道。